政府公布薪酬趨勢調查結果，低中高層加薪淨指標1.17%至4.12%。神23同神21乘組喺中國太空站完成交接儀式。美軍再攻擊伊朗軍事設施，回應伊方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。特朗普表明不滿目前同伊朗嘅談判進展。各位，政府公布薪酬趨勢調查，計算嘅薪酬趨勢淨指標加幅介乎1.17%至4.12%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話：政府會考慮淨指標以及香港經濟情況等6大因素，決定今年公務員薪酬最終加幅。